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最近世界各国拢收到来自中国的可疑的包裹，内底有用过翠铵、不明的精子、甲不明的土壤等等，讲拢是先寄来台湾，再搁为台湾转嫁。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掌握到来自日本的消息，讲这个为台湾转嫁不明包裹的意思，就是卡到强谍案。目前以10万块交保的前立委的助理单伟仁，立委是呼吁政府爱有关残疾全面来清查。为中国寄来不明包裹，为包土，为包精子，到底是什么人将这物件寄来台湾的？公安单位袂使无要无紧。美国发现有的人种了这个种子之后，主人就生病了。台湾确实在里面被嫁祸成为转接站、中接站之一。全世界各地，包括日本在内，拢有民众收到不明的包裹。主席代表谢中庭7月29日伫面贴写讲，进前日本媒体报讲，包括信箱的联络人，甲涉嫌强谍案，这个前立委助理单位人是共名共姓。伊想讲，这应该唔是巧合。立委嘛讲到日本的调查结果，日方给我们的消息是讲。这一个中继的账号的持有人跟紧急联络人的名字，就是你们刚交保的陈为仁。查获了100多件，是198件。面对中国的威胁，国外是怎么做的？美国是拉到了国家安全的层级。记者报道联络到单位人，听伊讲款，目前伊是以10万块交保。侦办强谍案的台北地检署嘛无回应，包括背后敢有搁较侪秘密，有关单位真正都要好好调查清楚。